Hello，急不及待啊！要同大家講講先，我唔知聽唔聽到啊，因為我都趕唔切啦，換一換個場景就同大家傾啦。而家我喺貨車度，係啦，點解咁講呢？因為啱啱收到消息，絕對號外，完全啱晒大家嘅要求，仲要係性價比極高。點解呢？因為啱啱收到消息來自於日本。今晚豐洲市場會有一批海膽係極之震撼嘅，性價比極高嘅有一批海膽係會抌出嚟拍賣。OK， 好啦，咁點解話要講到咁誇張呢？因為有兩間水產公司，一間係叫做東澤水產，一間叫做骨水產，骨係骨子嘅骨 ，OK， 骨水產，咁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一下嘅，好冇？呢兩間水產公司就係堪稱豐洲市場四大海膽水產公司兩間其中每個人之一啦，即係意思係咪？各之一啊喺度，呢度佔咗一半啦已經 ，OK。呢兩間水產公司同另外嗰兩單成為四大，呢四大其實就係長期揸住拍賣級海膽嗰個 quality、嗰個質量、嗰個質素每日擺上豐洲市場度拍賣嘅其中四間。咁今晚就有其中兩間，有兩款係非常性價比高嘅，係啦。咁大家知道噶啦，拍賣級海膽亦都黐線價錢，係啦，可以咁講，真係有啲靚到誇張到嘅價錢，過萬蚊，講緊200 gram、300 gram 咁樣。呢兩間水產公司，一間骨水產，一間東澤水產，呢兩間水產公司一般平均佢300 gram 嘅海膽呢，大約係喺香港個市場價係介乎於2500蚊起步啦，2500蚊起步，係啦，咁啊冇封頂啊 ，OK， 好啦，咁而骨水產咁計先，係咪？骨水產佢嘅紫海膽，今晚嗰兩款咧都係紫海膽嚟嘅。骨水產嘅紫海膽，如果佢喺個封面甚至乎佢個包裝上邊用上綠色 label 嘅話咧，就係最頂級嘅海膽。OK， 咁另一間啦，東澤最signature嘅就係佢個藍色嘅 logo、藍色嘅 label。OK， 就係最靚嘅海膽，今晚就有啦。咁所以我而家就急不及待即刻拍條片同大家傾一傾先。OK， 好啦。應該我哋有本事攞翻嚟嘅數量唔會太多嘅。嗱，同埋一樣嘢比較特別嘅，今晚呢堆海膽出嚟嘅話呢，佢嗰個重量唔係平時我哋見開嘅250 gram、200 gram 或者300 gram 方盒400 gram 嗰啲嘅。今晚出嚟嘅係木盒裝100 gram 裝，但係個價錢性價比係超級抵食。因為一般嚟講，佢哋都係做慣常啊，尤其是骨水產啊，慣常做嘅都係300 gram 裝，咁就2000零蚊啦，2000零蚊起步啦。咁啊，東澤都係300 gram 啦，或者木盒400 gram 啦，方木盒400 gram。啊，今次咧用木屐去裝100 gram， 個價錢3字頭 ，OK， 100 gram 裝。睇下可唔可以做得低過3字，係啦，因為有啲知好多使費啦，係咪先？係咪？係啦，我哋盡量睇下可唔可以拱到個價錢係喺3字頭或者係低過3字呢個位，非常之抵食，非常之超值，講緊200零300蚊嘅價錢，食緊日本一向做開拍賣級最頂級嘅海膽，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一下嘅，就甚至乎揾 AI 去 search 一下。骨水產今晚出嚟嘅100 gram 裝係綠色 label， 東澤水產出嚟嘅係藍色 label。OK， 就係呢兩間水產公司最頂級嘅 signature label。OK， 好啦，今晚出嚟嘅係紫海膽咧，佢冇馬糞嚟得咁香
咁濃烈，有時濃到苦噶嘛，係咪？但係紫海膽個口感個 creamy 度係比起馬糞有優勢之處，同埋佢大反啲嘅，每一塊係大反啲嘅。OK， 好啦，咁所以我真係急不及待同大家講，因為有機會我哋翻到嚟個數量係唔多嘅，可能講緊每一款10零版、20版，唔敢講，真係唔敢講。但係而家我一定要同大家講咗先，係啦。咁正常情況下，每款上到10版咧，正常係冇問題嘅，正常冇問題嘅。價錢你預翻啦，三字頭啦，8啊，唔係千啊，3字頭啊，睇下有冇本事撳得低過3字，係咁嘅啫。OK， 好冇？咁嗱，即係咁講啦。點解話性價比高咧？一向呢啲海膽300 gram 嘅話，講緊2針幾啊，2針幾起步，大佬。而家100 gram。講緊就算300蚊、350蚊你都抵啦，係咪啊？350蚊你乘3都係1050啫嘛，係咪先？300 gram 先1050，但係平時嘅300 gram，好似骨水產呢啲，揦埋2針半起步，2針半起步係唔使講噶啦，基本嘅。OK， 好啦，咁所以今晚出嚟嘅海膽勢均力敵噶啦，定唔使講啦，呢樣嘢都係。咁我哋睇下大家你當一樣嘢先。你當我每款可以喐到10版翻嚟俾大家，每一款喐到10版翻嚟俾大家。OK， 咁今晚會上拍賣場，嗰啲海膽會聽晚應該傍晚時分會到香港。咁我哋最快就星期6出俾大家，就係咁樣，好冇？咁而家有拍賣場相嘅，我哋有拍賣場相嘅，但係其實嗰啲相咧。如果要抌出去所有，其實咧日本咧做水產咧就好似我哋香港賣證券啊，證券交易所咧有件 number 3咁樣噶嘛，係咪？係啦，有件 number 3咁樣就係嗰啲全部都係買手嚟噶嘛，可以拍價舉價噶嘛，係嘛？好啦，其實嗰啲相咧個個都一樣，我都唔怕 send 俾大家睇都冇問題。係啦，我就已經見到啦。OK， 個成品係點樣咧？因為佢而家係 prepare 定今晚就要拍賣噶啦嘛，係咪？所以而家先有最 last minute 先有呢啲資料，我就即刻同大家講，好冇？當佢300啦，300零蚊啦，好冇？300零蚊呢個價錢，上一版100 gram 裝木屐，日本拍賣級豐洲市場4大水產公司嘅其中2間，一間東澤，一間骨水產嘅頂級紫海膽，你哋大家有食神，因為禮拜6跟住出，禮拜6我出乜嘢啊？禮拜六我哋仲會出埋三文魚，係嘛？係啦，嗱，你預翻每款有10版，正常情況係冇問題嘅10版，正常情況係冇問題，有問題阿展請你食啲貴啲嘅，好唔好？好啦。出個 announcement 俾大家先 ，OK， 好唔好？大家有心，大家想要嘅就喺群組入邊，各自嘅群組入邊留翻個資料。我就應該去唔到咁夜噶啦，一定瞓咗覺噶啦。我睇下啦，盡量啦，8點前你俾到單我睇下可唔可以再加上去。咁啊，當然啦。開頭留名嗰啲係會好啲啦，我睇翻時間㗎，一向都係㗎啦，睇翻每個群組各自留言嘅嗰個時間去做決策嘅，好冇？係啦，咁我希望留到最尾嗰個我都可以俾到你，我唔敢肯定，好冇？但係今晚8點前要落得㗎啦，因為我一定要俾資料日本嗰邊，佢可以幫我搶到幾多翻嚟，好冇？係啦，咁但係每款10版，哇真係噏錯添。真係噏錯，每款10版正常冇問題，我一定信得過我哋嘅買手，一定冇問題，因為佢擔保我得啦，冇問題，每款10版啦，咁樣係啦，你再有爆大嘅話就我唔敢肯定啦，咁樣咁但係我都想你哋去留個言落嚟，好唔好？每款10版骨水產綠色 label 白色字，係啦，最高規格嘅紫海膽100 gram 裝。同埋東澤水產藍色呢寶木屐100 gram 裝紫海膽，今晚豐澤市場拍賣，聽日拍賣完我哋中到幾多就跟住聽朝早機，跟住就下晝傍晚到香港，
傍晚到香港，家姐同我都會第一時間去收貨，去影相俾大家，好冇？係啦，咁啊禮拜六出俾大家。嗱，呢段片我真係忍唔住即刻同大家講，因為我都好耐未見過有啲咁性價比高又正嘅嘢，係啦，1000% 日本產 ，OK 好冇？等你哋留言，等你，拜拜。